真係好靚。首先俾個鏡頭睇睇先，好似一幅畫咁樣咯。即係喺個廚房同埋個餐台以及個客廳、書房個露台位咧，咁我哋直情欣賞出去咧就係山海一片天。所以咧邀請咁多位觀眾朋友收睇濠江節嘅頻道，大家早晨啊，睇靚嘢。今日咧帶大家喺珠海金灣保利天和呢個盤睇兩個則。咁咧呢個則咧就係105平方嘅，另外一個咧就係124平方嘅。因為我覺得呢個則咧，呢兩個 size 咧就會比較靚啲嘅。咁除咗靚之餘咧，其實喺呢個片區生活咧，生活係好寫意嘅。Happy 本人咧就有好多香港業主咧喺呢個盤，同埋自己有同學咧喺三期住。咁包括正對面嘅華發商都同埋四大中心個位咧，我都喺度啊，好舒適。總之係好慢節奏嘅生活，令到自己咧就好舒服，真係好舒服，即係慢悠悠咁樣，即係適合嘆世界。所以咧，過嚟買翻間做皇帝。OK， 嗱咁啊，今日提供呢兩個 size 咧，咁啊就俾到價錢方面咧，大家作為一啲嘅重點參考。咁其實保利天和參考翻，即係我哋嘅鴻空新城。咁大家知道啊，以前嘅樓價咧，基本上去到25,600咁上下，甚至有啲貴嘅十里官欄啊，同埋頻瑞啊、松豐1號院啊、保利天和嘅1、2期啊，還有其他盤天茂國際啦，係嘛，華發啦，基本上都去到呢啲價錢嘅。但係如果今時今日喺呢邊，即係又要追求個 view 一定要靚到極致嘅，係嘛？生活條件方便嘅，翻到關口控制20分鐘到啊！又要國企、央企有保障、大裝修，係嘛？有配套，落樓食嘢方便，還有業主巴士值得口岸，係嘛？又有商場行，又有公園行，又有景睇，呢個啱晒。吊打所有即係喺呢個片區嘅產品，因為佢全部具備生活條件優越，有 view 睇，質量 OK 啊，物業理想啊，有配套，係嘛？翻口岸近，係嘛？所以我覺得值得傾情推介俾到大家作為一啲嘅參考。OK， 而家咧喺呢邊咧，基本上低至2萬蚊一平方有得揀，即係相對嚟講咧，劈咗5000蚊一平方咁上下。咁甚至而家保利天和咧有啲16000幾嘅都有，不過咧嗰啲係太低樓層，就唔係好建議。咁我哋可以適當揀啲中等樓層咁上下，係嘛？咁我覺得會住得更加好一啲嘅。OK， 而且咧而家最緊要咧，成交有得送車位20年嘅使用權，唔使爭，唔使租，係嘛？幾好。同埋咧又送物業管理費，咁啊幾好，係嘛？好嗱，咁啊就直情睇樓啦。我哋而家咧身處喺10座 OK 19樓嘅時堂單位。咁其實咧左右兩邊咧，前面左右兩邊咧就係我哋嘅0102戶嘅03、04、03、04咧就係我哋105平方嘅正前面嘅正南向。咁我哋望出去個 view 咧係好正嘅。咁其實響呢個消防門個位咧，直情可以望到國際即係國際商務中心啦，同埋卧龍崗金灣大酒店啦、四大中心啦、高爾夫球場啦，包括我哋之前賣緊嘅4期別墅啦，全部望到晒嘅。咁呢個地方咧，其實亦都係稱之為城央嘅天然氧吧啊。咁因為佢高爾夫球場同埋我哋正南邊嘅山景同埋金湖濕地公園，哇，超正！好，咁我哋就直情睇啦。呢間105平方，單價為到19000，左右帶埋裝修嘅，今年年底交樓。咁大家遇到嘅首期咧30萬左右，咁每個月個月供咧大約係6800左右，有得揀噶啦。OK 啊。
好嗱，呢個 size 咧就係即係其實係3間1房，又可以改成3房2廳2衛環廳嘅設計，就係呢個示範單位 open kitchen，OK， 3件套交樓標準，廚櫃都係有嘅，預留翻我哋嘅雪櫃位。咁我頭先點解喺呢個位置開場？因為我好中意開放式嘅廚房，同埋即係有啲位食下早餐啊，嘆下個景啊，飲杯咖啡，哇！寫意嘅生活就由呢一刻開始，好溫暖啊！呢個示範單位咧，每個客戶即係冇話每個客戶啦，大多數包括行家過嚟睇到咧都好中意，因為佢俾到一個人嘅即係其實而家啲人啲節奏好快脆。無論工作又好啦，生活又好啦，好快脆。當你過嚟呢一刻開始咧，哇！你就要放慢節奏，嘆下世界啦。正所謂過嚟做下皇帝，正唔正？嗱，咁我哋而家喺19樓㗎嚇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揀6、7樓以上到次頂樓咧，正所謂即係斬頭蓋尾啦。其實我哋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噶啦，斬頭蓋尾，2、3、4樓嗰啲咧就嘥氣噶啦。咁我覺得買就買靚啲嘅，唔好後悔，係嘛？寧願買貴啲，冇太 cheap，冇買錯嘢，係咪先？起碼你喺成層東裝咧，係可以享受到啲資源嘅，係就翻我哋自己心中中意嘅，係咪先 ？OK， 嗱呢個 view 再睇多次，我自己喺度睇咧。越睇係越上癮，我哋嘅視頻咧係開至0.5倍嘅，咁如果喺現場睇咧就係1倍嘅視覺，真係超正。好，講翻我哋嘅環廳先，咁其實交付嗰陣時候咧，呢度咧係有風窗，咁其實呢個位咧，呢個書房係2.4米嘅開間，咁我哋嘅客廳咧就3.6米，咁如果 book 咗佢咧，就組成6米嘅環廳設計。OK。還有一個細節方面咧，大家需要留意嘅就係呢個位咧，通常啲住宅咧係有埋呢個推拉門嘅 ，OK， 係推拉門嘅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大家唔需要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 book 咗佢，組成一個環廳兼埋風窗嘅設計，咁成個 size 咧會放大1倍，更加正 ，OK。嗱，再俾個鏡頭睇一睇，因為真係好靚，就係捉住今日嘅天時咁靚過嚟拍嘅。即係拍一拍俾到大家睇一睇嘅。OK，咁另外話有一個細節方面，我諗大家都知道嘅。其實如果關注保利天王，我哋好早之前啊，即係已經賣3期嗰陣時候已經知道呢一邊咧係一個住宅用地嚟嘅，早期保留嘅地嚟嘅。咁佢嘅住宅用地即係佢個建築物咧唔超過15米。咁我哋要向前嗰啲咧咪好咯。唔超過15米咧，其實你移到3米一層到啦，係嘛？咁我哋點解揀6、7樓以上，係嘛？咁啊啱啱好越過佢咯，咁我哋咪可以享受到啲資源咯，係咪先？咁我覺得 OK 嘅，係理想嘅。咁以前咧呢個 size 咧係即係發展商咧係出咗個方案都做埋全屋嘅家私定製俾到你嘅。講真，呢啲嘢咧其實都係同出邊合作嘅啫，啊！如果你想要呢啲方案 ，Happy 都可以俾到你。最緊要個成交價平 ，OK。嗱，咁我嚟睇一睇呢個洗手間，即見即所得，交樓標準 ，OK。好啦，入翻嚟咧，內有乾坤，因為呢個位咧原先咧係一個即係簡單嘅書房啦，或者係 BB 房，但係而家咧做成一個茶室咧，真係即係。內外呼喚咯，係嘛？都兼埋一齊，即係將出邊嘅生態環境搬入我哋嘅屋企，令到我哋喺度生活咧更加之舒適。呢樣嘢我係欣賞佢嘅，好正。OK，咁休息區睇下呢邊，方方正正嗱，同我哋客廳、書房、露台、主人房望翻出去個 view 咧係一模一樣嘅。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如果用呢個價錢1萬搞咗又入。買呢個 size 咧係值得嘅 ，OK 主人房咧係獨立嘅洗手間，呢個位咧其實係一個飄窗台嚟嘅 ，OK 做一個含入式嘅衣帽間，其實佢整體個尺寸咧，我諗咧係較我哋度假用嘅啫。如果你長期住過，可能就唔係好夠用，咁咧就可以喺主人房嘅側邊呢個位咧，可以再加裝一排嘅收納。
即係衣毛間，咁啊就夠用㗎啦。咁喺呢個位咧，仲可以做到三邊落床位啊，夠晒享受嘅。望到出邊嘅山海一片天，哇，都唔知幾開心啊，係嘛？我覺得好理想嘅，啊，好靚嘅。大裝修，準現樓，首期30萬，月供6800，左右有得揀 ，OK？ 啊，好啦，咁啊呢個咧就係105平方嘅詳細情況。咁我哋去睇翻另外一個124平方嘅東南向望海景嘅，更加正，即時走。咁其實呢個 size 咧就係以往嘅143平方嘅縮細版啦。咁不過咧呢個東南向更加正啲，咁亦都可以稱之為105平方嘅放大版嚟嘅。OK， 咁咧同樣地係環廳嘅設計，其實咧都係3+1改成3房2廳2衛嘅設計。OK， 咁樣組成一個環廳嘅設計咧，成個廳堂咧餐客廳 LDKG 嘅設計咧南北對流，更加正東南向。咁我哋目前咧喺3樓嘅示範單位。咁其實咧講真就望翻出去咧個 view 咧肯定就唔及頭先嗰個 view 嘅，但係大家唔使急啊，亦都唔使擔心。我哋依個 size 樓層高翻，譬如話6樓以上咧，你望翻出去咧就係金湖濕地公園同埋我哋嘅山景、海景、城市景。嗱，再俾翻個鏡頭睇一睇啦，因為我哋正前面呢個別墅咧，嗱咁啊，大家其實移到佢4層半咁上下嘅高度啫。咁我哋如果6樓以上，係咪超過佢先？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望翻出去個視野咧，個 view 咧會更加之正嘅。咁其實同我哋以往嘅3期高層啦，都拍過一啲嘅大單位啦。咁東南向咧望翻我哋嘅摩天輪嗰邊咧係超正。我女成日即係唔係成日。經常我都會帶佢去嗰個地方玩啊，放下煙花啊，行下公園啊，吸收下啲即係新鮮空氣啊，係嘛？令到自己嘅生活咧冇咁枯燥，呢個啱晒。但係咧要具備一定個銀碼啦嚇。雖然話個單價咧同頭先105，即係105平方19000幾咧，即係中低樓層咧都有得揀，係嘛？咁我覺得咧移到2萬蚊一平方左右有得揀咯。咁呢套單位咧，其實大家移到係250萬出頭少少，250萬咁上下咧都有得揀噶啦。OK， 咁啊睇完個單位先 ，open 即係其實又係 open kitchen 係嘛，佈置埋4人餐廳台 ，OK 嘅喎，理想喎。同樣地都係送車位物業管理費嘅喎。OK， 4人餐廳台嗱，生活露台咧，如果高翻啲咧，可以望到高爾夫景嘅。OK， 嗱咁啊，我哋入嚟睇一睇休息區啦，同樣地係裝修交付㗎嚇，亦都係準現樓，今年年底就交付㗎啦。咁其實而家領導啲工作人員啦、相關人員咧都喺度即係驗緊收㗎啦。其實已經驗收通過，不過咧仲有啲細節方面咧需要再次考實，證明佢哋捉啲功夫咧即係捉得好嚴添啊。OK， 今日咧係開咗綠色通道嘅，本身係閂門唔可以拍嘅，但係咧 Happy 可以爭取到同樣地可以俾到大家睇嘅。OK， 熄埋燈，但係大家通過鏡頭望到嘅咧，完全唔會暗，係咪先？所以即係證明咧呢間屋苑咧，佢個採光同埋通風咧係好強，非常強。OK， 睇下我哋嘅休息區。嗱，2間 BB 房嚇，2間 BB 房咧都可以做到即係3邊落床位，米落嘅床 ，OK 嘅。嗱，咁而且咧係5開間東南向。嗱，咁啊夏天係吹東南風噶啦，咁我哋住啲地方最舒適噶啦，舒服噶。OK， 你睇一睇紙人房，其實 Happy 本人咧咁以往咧帶過好多客過嚟睇完呢個紙人房咧，佢哋通常都會坐低，哇呢度舒服喎。真係舒服啊！如果俾我做咧，就係3邊落床位咁，跟住咧呢邊做衣櫃，再做翻一個即係叫做簡單嘅起居室，哇，係嘛？咁樣先正啊嘛！跟住個洗手間去邊啊？嗱喺裏邊啦。咁呢個洗手間咧，佢個好處咧就唔會話對住我哋嘅紙人房啦，或者係衣帽間啦，係嘛？咁減少咗佢嘅
調濕度，提升佢嘅私隱性，係嘛？幾理想喎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呢個位咧就直情可以望到小區嘅綠化。咁同初嚟睇嗰陣時候咧，即係一個天一個地啦，唔需要時間去沉澱㗎嘛。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，要俾些少嘅時間俾到佢增長成長，係嘛 ？OK， 咁其實呢個位咧，如果你超過6、7樓以上咧，其實都可以望到我哋嘅可新城嘅夜景國際商務中心。呢邊咧，我認為會更加正啲咯，係啊，全桌前嘅飄窗台啊，登上嘅。OK， 大塊嘅玻璃面，咁我哋望翻出去咧，就係我哋嘅山景同埋公園景，包括我哋嘅湖景。OK，250萬嘅總價。OK，15% 嘅首期，睇下幾多錢首期啊？38萬首期，38萬首期移到咁我哋貸款即係212萬首期嚇，即係212萬按揭嘅3厘，咁貸款咧8900一個月，即係首期38萬，月供咧就係8900一個月，咁就可以攞到呢一套單位啦。OK， 大裝修，年底交付。OK， 準現樓嘅狀態，送車位，送物業管理費，南北通透，東南向。呢個 size 我認為咧係市面上改善戶型嚟嘅。OK， 哇，無論角度嚟廳堂呢個位定係主人房，我覺得咧亦都係一種比較奢華嘅享受，亦都係接緊我哋唔係接緊啦，係超越我哋現代化嘅設計西史嘅享受級別嘅。OK， 特別係城市不可複製嘅資源，其實喺呢個片區你去好多地方睇樓，未必有呢一啲 view 嘅啊。講真，所以咧佢係有價值嘅，只不過咧目前個市場咧可能令到大家咧唔係特別安心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如果有需求咧，係嘛？有需求就得啦，唔需要解釋噶啦，有錢就得噶啦，係咪先？咪買咯。做人為咩？住得開心啲啊，食得開心啲，瞓得好啲，係嘛？得閒去行下，烤下肉食，行下公園跑下步，係咪先？同個人傾下偈，飲下茶，屋企人過嚟食下個家宴都幾有派喎，開開心心咪得咯，係嘛？邊有咁多比較啫？係咪先？自己舒服就得噶啦。中意嘅朋友 call Happy 睇樓，OK，拜拜。